个早晨都是新的。当我问候你，你同在就降临，早安圣灵，早安圣灵，每个早晨都是新的。当我问候你，你同在就降临，爱圣灵，早安圣灵，愿你灵来充满，我毫无保留，求你来充满，求你来充满。所有来支取你的美善，尽我所能来认识你的心情。圣灵啊，圣灵啊，我的灵求你来苏醒，尽我所有来支取你的美善。我所能来认识你的心情，圣灵啊，圣灵啊，我渴慕你。早安圣灵，早安圣灵。早晨都是新的，当我问候你，你同在就降临，早安圣灵，早安圣灵，愿你灵来充满，我毫无保留，求你来充满，充满，尽我所有来支取你的美善，尽我所能来认识你的心情，圣灵啊，圣灵啊，我的灵求你来苏醒，尽我所有来献上我的敬拜，尽我所能来吸入你的气息，圣灵啊，圣灵啊，我渴慕你。所有来支取你的美善，尽我所能来认识你的心情，圣灵啊，圣灵啊，我的灵求你来苏醒，尽我所有来献上我的敬拜，所能来吸入你的气息，圣灵啊，圣灵啊，我渴慕你。我们教会的人有许多真的很多的投资诈骗，很多的让你真的是不当的钱财就放到不对的地方，将自己落在一个网罗里面，而我们就要这样子来追，来这是帮助这些人，陪伴这些人，也一直在消耗着我们的体力，所以我们也真的是愿像吴道昌这样子长老这样子的
的天国的理财的信息进到每一个为信者、这个国家、这个社会及我们的当中，好让所有的这些网罗可以来远离我们。我们一起来，真的迫切的为我们台湾许多的诈骗、许多的这些经济的这些诈骗来祷告。我们一起来开口，也为今天早上的讲道来开口。我们一起来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赞美你，主求你来怜悯我们，保守我们，主要保守我们在这个世代上有许多的这些诈骗集团，就是这样子来欺骗着我们的孩子。他们用很多的网络，用很多的电动，然后让我们的孩子来付出很多的钱财。主，但当你的真理、你圣经的话语、钱财的真理进到每一个人的心中的时候，主要就可以成为一道保护他们的墙。主要求你也给我们很多的父母，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更多警醒的心。当我们的同事，当我们的身边的人，当我们的邻居，当我们的孩子，他落在一个网络当中的时候，主，你给我们能够觉察的心，能够来帮助他们，用一个觉察的心，耶稣可以来拯救他们。主啊，求你大大的祝福吴大昌他长老这些所有的这些分享的内容，在各个角落，在各个角落里面，让这样真理的信息来进到这个当中。主，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不是一下子叫他们跟着来信耶稣，而是可以常常把这些真理的话语放在他们的里面。主帮助我们，当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人家传福音，但是我们就可以跟人家聊天国的理财，让人家知道圣经里面许多天国理财的道理，天国理财的真理是什么。有时候外邦人他听到了，他的心他就有感觉，他就有感受。所以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的讲道都可以进入我们的心里面，进入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的心里面就可以得着真理，得着自由，得着释放。我们将一切献上我们的感谢，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早安圣灵，我们再一次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圣灵，早安圣灵，每个早晨都是新的。当我问候你，你同在就降临。早安圣灵。充满，我毫无保留，求你来充满，充满，尽我所有来支取你的美善，尽我所能来认识你的心情。圣灵啊，圣灵啊，我的灵求你来苏醒，尽我所有来献上我的敬拜，尽我所能来吸入你的气息。圣灵啊，圣灵啊，我渴慕你。所有来支取你的美善，尽我所能来认识你的心情。圣灵啊，圣灵啊，我的灵求你来苏醒，尽我所有，献上更多的献上，更多的敬拜。我所能来吸入你的气息。圣灵啊，圣灵啊，我渴慕你。我们来呼求圣灵，圣灵啊，圣灵啊，我渴慕你。我们再一次来呼求圣灵。圣灵啊，圣灵啊，我渴慕你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
有美好的敬拜赞美。我们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从我们的座位站立起来，我们一同来赞美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敬拜你，和平之君，我们称颂你，明亮的晨星，我们等候你，再来的王，我们仰望你，公义的太阳，耶稣。耶稣，永生神的儿子，耶稣，耶稣，我的救世主，耶稣，耶稣，世界的光，耶稣，耶稣，我心所盼望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要来大声的来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敬拜你，和平之君，我们称颂你，明亮的晨星，我们等候你，再来的王，我们仰望你，公义的太阳，耶稣，耶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，耶稣，我的救世主。耶稣，耶稣，世界的光。耶稣，耶稣，我心所盼望。耶稣，耶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，耶稣。我的救世主，耶稣，耶稣，世界的光，耶稣，耶稣，我心所盼望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敬拜你，和平之君，我们称颂你，明亮的晨星，我们等候你，再来的王，我们仰望你，公义的太阳，耶稣，耶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，耶稣，我的救世主。耶稣，耶稣，世界的光。耶稣，耶稣，我心所盼望。耶稣，耶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，耶稣，我的救世主。耶稣，耶稣，世界的光。耶稣，耶稣，我心所盼望。耶稣，耶稣，我心所盼望。耶稣，耶稣，我心所盼望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敬拜你。这时候我们要来大声的宣告，大声的来赞美，我们宣告，我们要心得自由，我们的灵得自由。天父他已经爱我，创造我，认识我，拣选我。
拜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，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。我们一起宣告，我宣告，我宣告，我赢得自由。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生命。我宣告，我宣告，我赢得自由。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能力。恩典已经来到，救赎从中已照耀。我宣告，在基督里我自由。在创世以前，天父他已经爱我，创造我，认识我，拣选我。再拜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，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。来宣告，我宣告，嘿，我宣告，我赢得自由。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生命。我宣告，嘿，我宣告，我赢得自由。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能力。恩典已经来到，救赎成功已照耀。我宣告，在基督里我自由。定罪已过去，控告已过去，基督的宝血大有能力。宣告我们的罪得赦免，罪的赦免，就是一过都变成新。我求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以耶稣的名。定罪已过去，控告已过去，基督的宝血大有能力。罪的赦免，就是一过都变成新，全新的生命，以耶稣的名。我宣告，嘿，我宣告，我赢得自由。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生命。我宣告，嘿，我宣告，我赢得自由。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能力。恩典已经来到，救赎成功已照耀。我宣告，在基督里我自由。我宣告，嘿，我宣告，我赢得自由。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生命。我宣告，嘿，我宣告，我赢得自由。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能